上餐平台 Uber Eats 宣布用美金9亿5千万，甲台湾的Foodpanda买起来，上紧明年的顶半年就完成。不过考虑到高占市场的问题，这项协议搁要等待公平交易委员会审查。无想要出门买食物，未少人会请外送平台斗相共送。今罗世界因看到外送员的身影，暗过外送平台 Uber Eats 14对外宣布要用9.5亿美金并购Foodpanda台湾外送事业。我想跟大家分享 ，Uber Eats 已经取得并购 Foodpanda 台湾的协议。我们希望于2025年有机会能获得此并购的核准。这项交易还要经过公平交易委员会等主管机关的审核通过。在审核完成之前，Foodpanda 所有的服务皆维持不变。Foodpanda 强调，在并购协议审核完成进前，所有服务拢未改变。推算分析，这两间外送业者在全台合作的店，Foodpanda 超过10万间，Uber Eats是7万间左右。消费者上侪人用Foodpanda外送，市场关心若并购案成立，是不是造成外送费用变贵，影响外送员的生活？担心说他的福利以及工资以及报酬的方面受到影响，可能外送平台原本愿意加码的状况之下，变成不愿意加码，或者他直接做砍工资的状况。如果只有一家独大，那就变成他们说了算，毕竟做生意了。公平会指出，这两间外送平台在台湾差不多8成市占率，并国案爱送到公平会做竞争审查，为避免出现垄断行为，结合了外送平台市占率甲是毋是联合定价一致性行为，都要特别考虑。结合后的那个市场集中度的改变情况，事业在结合后是不是有能力去涨价？涨价的幅度到底高不高？如果同时呢外送费去做一些调整的动作的话，那两家无法去产生所谓的互相制衡，除非本土品牌呢也能够去提出一定说相当的规模或者是一定的成长空间，那这个时候对消费者来讲的话，才会觉得比较平衡。公平会表示，目前还未收到外送平台并购案，不过必要时阵无排除举办公听会或者是座谈会，听各方意见。记者综合报道。